係睇唔到嘅。好，咁就多謝台上3位講者嘉賓同我哋分享咗2個環節咁上下嘅時間。咁就我哋請現場嘅嘉賓咧就表達下發言好嘛？嗰位朋友先介紹下你自己先好嘛？係我係香港人網 Derek 嚇。咁最近咧政府又話要發展呢個創意工業啦。咁創意工業咧最重要就係吸收嘅資訊，即係我哋掌握幾多資訊。咁喺呢個資訊方面咧，我哋留意翻我哋鄰近地區嘅競爭情況咧。咁上海係我哋一個競爭嘅對手啦。上海我琴晚打個電話俾我一個朋友啦，咁佢喺上海嘅，咁佢一晚入邊佢可以接收到透過免費嘅電視頻道接收到幾多個資訊呢？佢譬如話喺嗰個紀實頻道嗰度，佢可以喺往事節目嗰度咧可以睇到索羅斯白求恩嘅檔案，喺檔案故事嗰度咧佢可以睇到考古發現嘅一系列嘅呢個特輯。探索入邊咧佢可以睇到一啲講緊一啲建築模型啊、戰艦啊，文化中國講緊鴉片戰爭，傳奇中國講緊家政問道。財經頻道一日到晚都有嘅，有地產、股市、匯市、期市、金貨、金市等等。咁到有藝術啊，好多新聞台啊，全部都有嘅。咁譬如話北京衛視有天下收藏，雲南衛視有古武麗影，東南衛視有海峽兩岸等等。吸收咁多個資訊，呢個係上海人每日吸收緊嘅資訊。我哋香港每日吸收嘅資訊以 TVB 為主啦，無線電視7點半。娛樂節目東張西望，8點半不打自己人，8點鐘不打自己人，8點半黃老虎搶親，9點半烈火雄心，10點半就千奇百趣，11點新聞之後呢，就娛樂頭條，再嚟一個呢，就係陀槍師姐12點半。我唔知我哋吸收呢啲資訊係可以幫我哋香港提升一啲乜嘢嘅創意工業，我絕對有合理嘅懷疑，廣管局係夾埋上海。夾埋 TVB 嚟扼殺我哋香港人嘅創意。多謝。好嗱，唔好攞走個咪住，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嗱，你而家剛才所數嘅出嚟咧，就係13億市場之下所產生嘅咁多嘅即係 variety 嘅資訊啦。唔係 variety 係 information。好啦，但係我哋來來去去700萬人啫喎，我哋能夠做啲乜嘢咧？如果我哋要多啲資訊嘅時候，係咪需要喺外邊引入資訊呢？呢個係咪你想需要嘅？我絕對係相信呢資訊係可以增加我哋香港人嘅競爭力啦。咁因此我係希望呢政府係可以攞出雷霆嘅手段，透過呢個廣管局開放個大氣電波，開放我哋嘅免費電視台，令到我哋吸收更多嘅資訊。上海每晚佢哋係可以睇到70幾個頻道，70幾個頻道嘅。唔該。好，唔該晒。有冇邊位？各位第一排第二位係。介紹下自己。大家好，我係107動力何文傑。咁我係舉個牌嘅嚇。咁啊，其實點解即係而家舉牌文化咁熱烈咧？好大原因就係即係 TVB 同啲高官係夾計做 show 攞嚟嘅。即係我邱騰華去當環保 show 咁，當自己影帝咁，朝朝就約定啲記者，啲電子傳媒就樂此不疲咁喺度影佢哋。陳志雲同邱騰華同學咁一齊就去超市行，咁啲記者喺度影，係冇批判性嘅，完全對個政策嘅優劣咧係冇分析到嘅，淨係影佢哋兩個同學咁去買膠袋咁，即係令人哋好憤怒嘅。即係我點解而家個電子傳媒會去到咁嘅地步咧？即係一個寫住 TVB 車牌嘅車牌啊，運輸署都會公開鏡頭嘅，但係 TVB 嘅頻道咧係唔需要鏡頭嘅，千秋萬代都係呢間 TVB 公司賺錢底下唔需要俾專營費繼續用落去嘅。其實你要講話言論自由，要講開放空間，好簡單咋。你公開鏡頭，所有嘅電視頻道，包括而家 TVB 而家擁有緊嘅頻道，都可以俾其他公司嘅鏡頭。我哋曾經有多過2個免費頻道，但係真係我哋養唔到咁喎，好似。唔係，其實呢個係吊詭嚟嘅。我哋而家香港嘅廣告咧，每年係講過百億嘅即係營運嘅，即係只係分割咗俾平面嘅報紙、雜誌、電視、電台、互聯網，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嘅。即係我哋只要咧公開鏡頭，好似英國 ITV 咁樣嚇獨立電視台，一樣可以分時段，甚至分地區。朝頭早咪 Morning TV 一個台，多咗台咧就自然可以帶動嗰個競爭。好似比如就好似報業，點解香港報業點樣親建制報紙都會有批判嘅報導？就係因為有互相競爭。即係如果我簡單答幾句啦，即係話如果你真係開放競爭，就有17000個人去諗辦法，
就係佢諗出嚟啲辦法咧，係你完全想唔到嘅，即係好似報業嘅競爭，你知幾殘酷㗎啦。結果咪跑咗個頭條出嚟咯，跑咗個Metro 出嚟咯。就因為咧，你係有好，如果香港有20幾個電視台任人做嘅話，譬如 Now 同 Cable 可以轉做，係有17000個競爭方法，唔係你嗰2-3個牌所能夠諗到嘅。好創意結果就係。唔該晒蕭若元，我哋休息陣間先。第3個環節咧，我哋繼續深入討論下呢方面嘅問題，好嘛？